去年入选米其林推荐的44间店家，以及今年1月到3月新公布的4间餐厅，将伫今年8月再次接受米其林评鉴，进军美食的应邀。地处市府为了甲民众分享台南多元饮食的风貌，13号上午有17间业者拢出席记者会来宣传，其中5位嘛一一替店家推荐。肯定因的用心甲创新，成就台南成为美食之都。也希望今年8月所举办的年度发表，有更较侪店家入选。去年加上去年的44家，总共有48家。那我想说蛮厉害的，因为当然每个人自己心目中都有自己的米其林，但是也有你家巷口前最好吃的。但是，在经过世界公认的米其林的评审来。这个评选脱颖而出，这毕竟是店家们都很感到开心、高兴的事情。在台南今年新入选的米其林推荐名单当中，包括七股企鹅园家以及阿文米粿这2间拢到场，点起伊上青的料理。虽然业者感觉意外，不过值得骄傲的就是坚持实在用心。会中议员郭凤仪嘛到推荐因区内美食。入选米其林那是一个意外了，因为我们从头到尾都不知道。是他入选当天，那个有记者联络我们才晓得说什么我们会有入选米其林，确实是一个意外的惊喜。它的鹅就是新鲜，都是来自于我们七股的科园会当恭喜咱可以其实现做，它标榜是现做新鲜的鹅所以口味非常好，而且又新鲜。那每一颗鹅都是那么大一颗，足赞嘞！极力推荐。台南美食持续被肯定的同时，观光旅局嘛规划4条美食游程，包括山线、海线无同的生活，好游客一面耍一面对早食到暗。台南美食全季米其林。今日新闻，阮吉采访报道。